禽流感危机升高，疫情也跟着拉警报。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人传人感染的病例，但自亚洲香港发现少许的病例之后，陆续在东北亚、东南亚，比如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柬埔寨、中国、西伯利亚、哈萨克等等都有它的足迹。那近日呢，又传出带有致命的这种禽流感的病毒侵袭到土耳其、罗马尼亚以及希腊等国家，造成禽只相继的大量暴毙死亡，使得全世界都笼罩在禽流感的阴影下。那我们在台湾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，在此呢，我要诚恳地呼吁全国的民众，这段期间尽量避免接触活禽鸟类等，例如鸡、鸭、鹅、候鸟、火鸡等等，要勤加洗手，饮食要均衡，并要有规律的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和休息，以增加自身的抵抗力。尽量避免出入人多拥挤、通风不良的场所。当接触家禽鸟类后，要立即用肥皂洗手，或用酒精消毒。感冒发烧要赶紧就医。从疫区回国，记得做自我健康管理10天，确实做到每天量体温。你我大家一起来总动员防范流感，别忘记了先去打普通的流感疫苗。虽然这个疫苗不能防止禽流感，至少今年的流感季节你将会多一些保障。